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来关心国际上上大条的消息，这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英国当地时间初8过身，伊食到96岁，伊在位超过70冬，是英国做上久的女王。说到伊的后生查尔斯会接位，成做英国的国王。A few moments ago, Buckingham Palace announced the death of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The palace has just issued this statement. It says the Queen died peacefully at Balmoral this afternoon. 英国媒体 BBC 当家主播爱德华兹在节目中宣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的消息。北京汉宫最背也发声明证实女王伫咧最背过身，享受96岁。73岁查尔斯王储继位成做英国国王，拄接首相的特拉斯也向女王致敬。She was the very spiri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at spirit will endure. She has been our longest ever reigning monarch. It's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to have presided with such dignity and grace for 70 years. 特拉斯伫咧2天前，才伫咧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接受女王任命，成做新首相。不过，初步传讲女王身体无舒适，医疗团队建议接受医疗监看，包括查尔斯王储、威廉王子等王室的成员拢赶来解看。女王过身的消息公布了，新任国王查尔斯发声明，哀悼心爱母亲甲女王过身。去年4月，女王的翁婿菲利普亲王以99岁高龄过身，女王心情正受影响。不过，有关坚守讲话。This is a duty I'm especially happy to discharge, as the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progress was a subject close to the heart of my dear late husband, Prince Philip, the Duke of Edinburgh. 伫过去，英国王室的成员若过身，拢会用特定大号传送秘密消息。这边女王过身的行动，暗号代码是伦敦桥行动。接落来，女王遗体会伫咧2天后送到北京汉宫王座室。5天后，送到西敏寺，互外界瞻仰维扬3天，第10天办女王的告别式。外界认为，上尾女王可能是放伫咧温莎堡的皇家礼拜堂圣乔治教堂。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译。英国女王做超过70冬，伊一生拢咧替老百姓服务。伊伫英国人的心目中有正悬的地位，无人通取代。伊丽莎白二世1926年4月2日伫咧伦敦出世。1936年，伊的老爸乔治6世继位。迄当阵10岁伊丽莎白二世成做王位的法定继承人，并且伫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履行公共职务。1947年，伊丽莎白二世甲希腊的王子海军上尉菲利普伫西敏寺办世纪婚礼。结婚后，2个人生有4个囡仔。分别是已经继位做国王的查尔斯、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还有爱德华王子。1952年2月初6，乔治6世过身。迄当阵人正伫咧肯亚进行王室访问行程的伊丽莎白2世继位。过当年6月初2，伊丽莎白2世伫咧西敏寺加冕。接落来几60年，伊丽莎白2世经历过海内外大规模的政治变迁甲社会动荡。2015年，伊超越伊的高太祖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3年7个月纪录，成做英国史上在位时间上长的君主，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上长的女性君主加女性国家元首。2021年4月初9，女王的翁婿菲利普亲王以99岁年纪过身，互女王的性命出现一个正大的空虚。伊丽莎白2世甲菲利普亲王结婚73年，2个人正恩爱。女王捌讲，菲利普亲王是伊的力量加支持。英国女王今年2月登基满70周年，伊除了这过2个庆祝以外，也发声明讲，希望未来查尔斯王储登基的时阵，卡米拉会当成做英国的王后。女王这份声明，顶有为长期被看做第3者的卡米拉背书，也规划英国王室的未来。今年6月，伫咧登基70周年庆祝活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由王室的成员陪伴，伫咧北京汉宫阳台向民众握手致意。女王发声明讲，对民众热烈响应北京喜庆祝活动，伊心内正谦卑，也深受感动。伊会伫咧主内人的支持下，尽伊的所能为人民奉献心力，一生自头到尾投入服务公众。
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则伫这个月初六，伫咧苏格兰高地巴尔莫勒尔堡接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任命，也是女王在位70年第一遍无伫白金汉宫的任命仪式。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咱是头东北风，受北边高压大冷空气的影响，伫今日甲明仔这2天，各地拢是较大的天气，嘛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但爱说的是温差会较大，所以乡亲伫早暗爱记得擦衫。咱同齐来看云图。北边的大陆高压继续往南，东北风甲大空气继续影响咱台湾，所以伫今仔日甲明仔2天，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透早伫南部有短暂阵雨，若过昼伫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的方面，早暗拢较凉，低温大约是23度至25度。若日是高温有31度至33度，日是暗时的温差有较大。另外，台湾东边即马有梅花风台，即几天有可能就会增强变做中度的风台。中秋暝风台外围环流会瓦紧，会影响北台湾，所以伫新竹以北甲宜兰云会变较高，那嘛有可能会落短暂阵雨。伫北部，若是要看中秋的月娘，就要靠运气。礼拜日的时，风台会往北；后礼拜一甲拜二是风台上瓦近咱台湾的时，有机会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也毋过伫边仔，阁有太平洋高压甲低压带会互相影响，所以风台的路线也阁有变数，这部分爱阁观察。来关心对今日开始3天的中秋连假，高公局是预测讲，伫今仔日路南的交通量会上大，往宜兰的车流量伫昨下晡下班的时间就已经出现啦。昨下晡真侪人是直接回乡团圆过中秋，结果代替的园林车头并交多煞各样，害真侪车帮拢满分，民众是真无奈。工班出动到现场维修，暗过平高道后置也是无法度正确讲明是毋是有车通过，今年用人工方式来引导。村长讲，其实已经过中4天，想不到特别到中秋节也是修袂好。这个铁路平交道已经连续4天断断续续的故障，令它只要栅栏放下来就没办法通行了。台铁表示，因为园林站记得去遭到干扰，后置故障，所以花坛甲园林之间2个边交道无法度正常运作，路南北上真侪车满分。伫台北车头，区间车甲对号车拢严重满分，一个自用号慢51分钟，未少旅客只有伫月台苦苦等。有时候会这样子啦，有时候对啊，因为我自己是坐就是台铁上下班，所以就是见不了国外。其实我搭火车常常碰到误点的状况，已经习以为常了。第国道高速公路是伫中道出现车侪状况，国道5号路南北那到头城路段时速比40公里较低，到下班时阵佫较窒。高公局有讲，公路路南车侪状况会一直到拜4半暝。连假首日嘛。往东部的旅游的游客大概早上4、5点就会开始出门了，所以5点之后车流量就会非常的大，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左右。高公局表示，中秋节3天连续假期整体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3倍。假期第一天9月初9，路南车流量上大；假期第2天甲第3天，会伫公路上北的入口为下晡2点到暗时9点，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伫行政院会核定明年的基本工资调整方案，嘛表示今年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开销、生活费用会对192000块调悬做196000块。安尼明年在报税的时，差不多就有230万户会当受惠，会当减纳一寡税金。总共一口罩4个人，每年税金就通减纳800块至1900块左右。来关心《中国时报》，避难组伫本的卡达迪布部落，不满经济部允准成立能源公司拍算设电厂，伫日本的湿地南地则开发161公顷的太阳能供电园区，部落有提出告诉，要求撤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认为讲，经济部有影是无先经过部落的同意，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昨昏判决爱撤销，也毋过专案也阁会当上诉。来看《自由时报》，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昨天有发表报告，第二季全球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支出总金额是264.3亿美金，咱台湾是排伫第一，有66.8亿美金，这是赢过中国甲南韩，是采买设备上济国家。另外，台积电因为碰过即马新手机的订单，所以伫今年的第三季营收会当达到202亿美金，佮会当坐登去全球半导体排第一的大位。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天是新增加34800外本土病例，有29个人死亡，而且嘛出现 BA.5 疫情以来头一个因为脑炎全过身的囡仔。另外，咱政府有采买新配方的预防车，也搁在亚东时咧骂讲，为什么无爱买上新的 BA.5 预防车，却去买 BA.1？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因为 BA.5 预防车也未经过人体试验。中秋连假进前本土疫情升悬，指挥中心采买公布，增加34846个本土个案，29个死亡个案，其中出现一件儿童脑炎死亡个案，是这波新疫情了后的头一个。另外，增加的182个中重症个案中，出现一个儿童免死重症个案。不幸在9月3号的时候，因为这个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哦。那死因的话，就是有新冠病毒的感染，也有合并这个急性脑炎以及多重器官衰竭的一个情形哦。面对这波疫情来到真凶，政府已经买 BA.1 双价疫苗，和在野党积极是超办准备批评安怎唔买 BA.5 双价疫苗。指挥中心回应，原始都加 BA.5 疫苗只有美国采纳，目前只有动物试验，莫德纳也只供回予美国。若要等这款疫苗，唔难了时间，到时阵恐惊还有新的变异株，那一在等台会永远拢做不到疫苗。现在有一个 BA.1 的那个次世代疫苗，而且它已经证实说，它引起的抗体反应是比原始病毒株所做成的疫苗还要来得好。中秋连假被告指挥中心提醒，无做疫苗种者是幼稚，无建议参加航班，也推测这波疫情的高峰会落伫大约20左右。之前的估计就是在9月的这个中下旬哦，大概在9月20号，在我们的推估里面，如果到达最高峰的时候，那单日是从3万到6万之间都有可能。驻预防社受害救济审议小组8月同意，13件救济案其中桃园一名少女，自 BNT 了后出现心肌炎，核准300万救济金，是上少年的救济案。指挥中心也买1万剂，保证对 BA.5 上有疗效的 Abusure 单独抗体。第一批1728剂，测力已经来台，测备配送，提供予免疫的族群更较完善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昨天公布清冠2号临床试验的结果，显示有防重症的保护力效果真好，会当减少74%的死亡率。若是摕到紧急授权，这款汉药就有当上市。清冠1号进化版清冠2号将要进行临床试验。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发布上新的临床试验结果，伫咧246位需要到送洗重症患者内面，分做接受西医常规治疗、加西医加清冠2号合并治疗2组。上尾西医组有27位死亡，合并治疗组只有7位死亡。同样的，在123位的重症患者里面，30天的住院观察期，只有7位的死亡。那显示呢，清冠2号的介入治疗可以显著的改善74.07% 的死亡风险。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分析，基因造成鸟鼠的实验发现，新冠重症患者的肺有弥漫性的伤害，产生纤维化情形。但是使用清冠2号治疗，会让完全避免肺部也无纳入去的情形。研究显示，清冠2号对强化心肺功能的效果比清冠1号要更加明显。病毒复制上的这个可以阻断掉，那还有免疫的调控之外，还增加了强化心肺功能，以及呢那个肺里面有很多痰液哈，这些病理产物的排除，所以它就产生更好的作用。目前清冠2号已经技术授权予国内8间中药厂，其中1间药厂已经准备向中医药师提出EUA 的审查。中医师工会也希望清冠1号加清冠2号唔通只是EUA紧急授权，应该量早通过正式药证，才做正式的处方药法，而且会当公费一直到疫情结束。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乡亲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5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5124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强已经超过558万例，日本超过1900万例，韩国超过23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6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美国已经批准新配方对抗 BA.5 的预防剂，即阵嘛按算讲，伫即礼拜就会开始开放予民众注射，希望会当对抗 BA.4 甲 BA.5 的病毒株。另外，纽约市长嘛宣布讲，除了病院甲疗养院，其他公共场所，亲像是坐大众运输，即阵拢会使唔免个挂喙罨。Masks are encouraged but optional. This is what you're going to see on our subways and our mass transit throughout the state of New York. The message at the bottom is very important. Let's respect each other's choices. 纽约州长霍克尔才是宣布讲，包括纽约地下铁系统在内的公车和铁路、机场和共享的轿车服务，佮监狱、游民收容所，虽然拢唔免佮强制挂，鼓励使用，但是唔免强迫使用。病院和疗养院内面同款嘛爱挂。科克尔讲，纽约州目前感染和住院的人是愈来愈降，疫情嘛愈来愈稳。加上 CDC 顶礼拜是批准针对 Omicron 变种的次世代加强剂，面对秋冬的疫情，更较有准备。伊嘛伫记者会现场马上做，嘛呼吁有需要的人较紧做。So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now, we have boosters that are approved that are target specific variants. We haven't had that before. Are to target the Omicron variants BA4 and BA5, which has been the predominant variants for a number of months now. 美国 CDC 是建议所有12岁以上过去2个月无注预防剂的美国人，拢来做新版的次世代2价疫苗加强剂，会当得到对抗原始和变种病毒株的保护力。白宫首席的防疫专家福基讲，未来有可能会变作敢若流感预防剂，当年做一摆加强剂。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继续关心欧盟按算要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计划，这是引起俄罗斯的不满。俄罗斯总统普廷就警告讲，总讲欧盟硬要安尼死，安尼俄罗斯有可能会完全禁止出口。若伫乌克兰的东部，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即马拢无天然气，严格寒天特别到位啊，嘛是开始咧烦恼。俄战火继续谈，俄罗斯甲欧盟之间的能源战也得咧升级。俄罗斯借口北溪1号天然气管线的故障，已经停止对欧洲供气，造成13个欧盟国家受到影响。民众若无力负担哪来哪贵的能源账单，也烦恼寒天来临无烧气。为了化解能源危机，欧盟指挥会主席冯德莱恩拍算伫拜五的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提议对俄国天然气设定计数上限。We aim at lowering the costs of gas, and therefore we will propose a price cap on Russian gas. 不过，安尼做刷压俄罗斯总统普廷生气，伊指控欧盟安尼做将违反协约规定，呛声将无受到使用手段。И вообще не будем ничего поставлять, если эт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нашим интересам,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Ни газ не будем поставлять, ни нефть, ни уголь, ни топочный мазут, ничего не будем поставлять. 普廷阁引用俄国有名的动画故事，警告西方国家设立伫寒天唱龙的尾流放冻结，这当时5月间因为战火放断去的乌冬季民众烦恼的。有关留伫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民众，当咧积极准备用来驱烧的茶火，手机甲废弃的家具，拢总会当摕来做茶烧。Будем, наверное, как-то группироваться, чтобы как-то где-то постоянно где-то у кого-то греться, чтобы в одном месте было, чтобы у нас тепло было, как бы мы собрались, а там как уже. 因是制定这种香茶的传统火炉，希望互家家户户会当平安度过寒冬。不过除了无天然气，当地也欠水欠电，这个寒天肯定非常的艰苦。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英国首相特拉斯就职了后，遂宣布头一项重大政策，就是家庭能源2冬内袂起价。伊嘛遂定出能源计划，要应付即阵能源起钱变薄的危机。
来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昏是雄雄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访问，有甲泽伦斯基见面。伊宣布美国要增加对乌克兰抑个边啊受俄罗斯威胁的国家提供27亿美金的援助。来关心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有发布北京对全球媒体影响力的报告，讲中国伫过去这3冬，伫全世界透过控制新闻抑个资讯的手段，替家己创造好名声。报告内底嘛指出，台湾、美国、英国拢是中国的目标。来关心美国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有强调讲，中国入侵台湾的威胁也是真大，美国的立场拢无改变，是反对用武力改变现状。另外，有8个无共党派的美国众议员目前伫咱台湾访问，昨早嘛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总统蔡英文特别接见美国众议院跨党派的访问团，包含民主党的莫菲甲凯西里、共和党的法兰克林、威尔森、巴尔、艾萨、坦尼和凯默克。蔡总统致辞的时，感谢8人过去对台湾的支持甲协助，佮伫中国军演了后来访问支持台湾，展现两国的友好关系。蔡总统强调，咱国袂对威胁屈服，也和民主的盟友做伙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希望台美强化经贸关系。我们期待也有信心和美国洽签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促成双方的经贸发展。同时，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和美国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为彼此打造更良好的投资环境。期盼在座的议员能够一起来支持。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Congress can do right now is to deepen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nd in particular, by pushing for a high-quality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nd I personally would like to see a Ding Taifeng in Orlando. 莫非对强化两国关系来赞声，伊个笑讲希望看到丁泰丰会当到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开分店，台美继续稳定发展。不过，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伫接受彭博社的专访的时表示，中国入侵台湾的威胁犹原鲜明。It remains a distinct threat that there could be a military contingency around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actually stated as official policy that it is not taking the invasion of Taiwan off the table. The American position has remained steadfast and consisten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ush back against any effor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年底9合1的选举，哪里伫桃园甲苗栗拢有出现同一个党有2个人去登记参选的情形，所以伫民进党中评会昨昏就针对出党参选的前立委郑宝清甲开除党籍。也若苗栗县长的选举，苗栗县议会议长郑东引去登记参选县长，国民党的科技会昨昏嘛甲伊开除党籍。民进党前立委郑宝清为期参选桃园市长，互民进党桃园选情增加变数。要拼立即执政连任，民进党中评会特别正式开刀。那今天针对于郑宝清先生他违纪参选案，那今天召开中评会，那全体中评委一致通过，依照违反纪律评议裁决条例第12条的规定，违纪参选一律予以除名，也就是开除党籍。这个去吃看庙公啦，去吃看庙公。把一个坚持党的理想、坚持一个建党精神的人就是被骂北国的人被一个北揍的人开除了哈。我们都是从政党员，都受到党纪的规范，那我也尊重中评会的一个决定。郑宝清强调，家己是客家人，有硬颈精神，免互人望头，也唔惊互人砍头。不止日赢桃园闹分裂，国民党伫苗栗县长选举也成变数。国民党科技会特别开会，决定对苗栗县议会议长蒋东锦为其参选处罚。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对于这个苗栗县这个总统警案子呢，是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中央对这个事情不闻不问，就直接用撤销党籍，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恶。我们一定会去警告。蒋东锦表示，受到通知会拍官司确认党员资格。另外，参选议员的中央委员徐正文、甲花莲市前市长桂嘉贤，国民党针对2人违纪参选，分别决议开除甲撤销党籍。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陈时中昨昏是发表伊的妇女政策，帮讲要推动性别平等，嘛有讲要减轻即卖爸母饲囝的负担。陈时中嘛批评蒋万安对医疗法规是外行人讲外行话，
蒋万安是强调，伊家己是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另外，无党籍黄珊珊是批评陈时中，讲有真侪项伊即马咧讲的，其实市府早就咧做啊。当然，大家知道我的年纪稍微偏大，我们在当年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这种平权的概念稍微是缺乏。陈时中讲起以前的经验，为家庭生活发现性别不平等。特别陈时中发表性别政策，讲要提供临时托育服务，各种性别的安置庇护机制，嘛透过各种设施甲系统的完备，鼓励各种性别拢通参与家庭事务，而且自我实现。不过陈时中半暝伫面册答问，批评前13仔国民党蒋万安提出的长照政策，要甲联合病院的长照床位增加到500张，是甲法律冲突。记者会上搁再批评蒋万安无专业。他本身也是卫环的委员那很多年了，那对于长服法或相当的医疗的法规应该有所认识，而且他也是一个法律人。那对整个在提出来的政见跟法律上面的汉格这么的大，倒是让人家觉得意外。蒋万安今日拜会长老教会、相连教会的长老江干庭，面对长照政策受到对手批评，伊搁一摆说明家己的政策。我们提出具体的方法，要来解决现在长照床位不足的问题，就是希望抛开行政包袱，突破法规的限制。我想希望能够大家共同朝向增加长照病床这样的方向跟目标。另外，无党籍参选人前副市长黄珊珊今日登去市政府参加活动，针对陈时中的政策，伊讲市府早前就有咧做，冇哪做哪找出问题。妇女庇护的部分其实做得非常完整。那男性的部分大部分是儿少，所以儿少的机构安置也都有紧急安置，每个区都有临托的保姆，但是你要预约，他要了解你的孩子。到府临托，你放心让一个陌生人到你家来，并不是那么容易。黄珊珊表示欢迎大家提出更较好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嘛要考虑是不是会当执行。伊嘛批评陈时中的记者会，大部分的证件拢是立委还份的说明，即记者的政策敢真正是陈时中所提出的？记者郭文长随曾派文林玉凯台北报道。中秋3天的连假，大家团圆做伙，有的家庭可能买拍麻雀。麻雀上大党伫昨昏宣布创党，发起人是希望讲有兴趣的人拢会当加入，要推广拍麻雀，毋是跋筊。行政院是表示，组党是人民的权利，会依法受理审查。若民众对这个党的看法有好有歹。用3大部半片的广告说明理念，佮提供 QR code 申请入党。麻雀上大党特别宣布创党，发起人过时开记者会表示，麻雀长期互人污名化，全世界只有台湾将拍麻雀定义做跋筊罪，希望爱麻雀的人共同来证明。台湾麻将人口将近有400-500万人，如果我们只要有其中的1/20，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国内最大的政党。我们会推派人选作为不分区委，我的目标是每一个乡镇都有麻将馆。行政院宣布，即摆法律并无定义拍麻雀是跋筊，是要因为偶然事实跋筊在握，或者是营利目的提供场所跋筊，这是有跋筊罪。学者认为，台湾是高度保障结社自由的国家，是不是有违反善良风俗，要看内政部认定。赌博罪，它是一个涉性的行为，就是所谓的基于偶然的事实来赌博财物，基于盈利的目的提供场所供人赌博的话，也会有赌博罪。如果被认定为是有违善良风俗，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种智慧财产权的问题的话，应该就会要求要更名。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裁量的这个部分，就是要看我们内政部人民团体法或者是在这个相关主管单位怎么去认定了。在地经营麻雀馆10几年，有400个会员的台中麻雀抓牌发展协会赞成麻雀上大党的创党原则，希望拍民众印象，无排除入党。有人烦恼推广麻雀会互上班族少年人定为其中。不要再那么刻板的，就说打麻将就是赌博。我们就是想说，打麻将也可以，就是一个麻将比赛，大家竞技，也促进一些老人家的一个休闲活动。有空有闲的人才在玩的，像平常如果上班族的话，或是年轻人的话，也不太适合一直沉迷，因为我觉得麻将是会沉迷的。台湾目前有79个政党，麻雀上大党是不是应正做新的政党？除了要通过内政部审查，可能需要更较侪民间共识。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超级马拉松的选手林奇佳是防指控讲伊涉嫌心力公司，再个乌空，互网友掠影片落来了后公告，才利用这款手法来赚和解金。检方已经依法起诉，验过林奇佳认为伊家己防冤枉。超马选手林奇佳涉嫌性别公司专门包揽土地盗版业务，替影视业者向非法下载网友提高换取和解金。被告回来各种认清件，互检方以违反律师法定罪嫌起诉，建请法院中当量刑。我所理解的专属授权不应该行使这样的权利被污名化之外，最让我气愤的是，有人说我仙人跳。放种子、诈欺，这完全都不是事实。林奇佳替家己发冤枉，无牵涉不法的代志，强调是咧做对的代志，被污名化对待。不过检方指出，林奇佳无律师身份，违反包揽他人诉讼以外，处理手法有问题，涉嫌上传影片行造钓鱼环境，诱惑网友下载，就此提告无利。杜律师提醒，网络即马正普遍，各种资料简单用找到，不过想要下载使用，都要暂暂。理论上，他如果没有公开的声明说，我可以授权让你免费来下载，原则上你都可能是要付费的。你看到的东西或下载的东西，就是没有经过合法授权的，因而处罚。亲像过去都案例，看出民众赔钱无代志的心态，故意上传诱骗下载，透过提高和解来赚钱，就算有心人违法在先，不过民众也要注意，若非法使用他人著作，误吸到著夺权红线，可能会牵涉刑事甲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大车饼来关心2021的成都世大运，也有2022杭州亚运，拢因为疫情的关系，要延后到2023年，明年才举办。也若2024年的巴黎奥运嘛，特别到位啊，所以对9月份开始，体育署会开始办理各种比赛。体育署是表示，已经有准备3合1的备战的策略，希望会当选出上好的选手，替咱台湾拼出好成绩。欢喜徛起伫颁奖台，东京奥运跆拳道的女子57公斤级的铜牌杜嘉玲，8月底伫塔林公开赛摕到金牌，替家己前2站失利报仇。主动攻击一定要多了，罗嘉颖的习惯就是防守比较好，但是现在就是你防守没办法，卡脚没办法，因为对手就一直来，一直争权，一直近身，一直推，变得要加强他的攻击能力。罗嘉玲转战巴黎大奖赛16强，要入去8强的时阵可惜失败。初七，伊和队友郭荷兰准备奥运训练队击败上尾一站比赛，但是伊和另外4个量级的奥运国手，明年敢会当来代表台湾出赛，还未确定，因为奥运延1年来办。体育署已经请协会来斟酌评估，敢要改遴选的办法。如果他们不动也可以，但是要怎么样去做测试或备战？原来取得代表种子这个赢的话，那他就取得代表。如果挑战者赢的话，再来一场5战3胜，等于是双败淘汰的概念走。维持原本的遴选机制，会当办测试赛也是对抗赛，若要修正，就要斟酌设计。体育署已经遴选，而且协备各手的单项协会9月底进程来提出，就是为了要选出上好的选手，争取上好的成绩。他现在跑了9秒9，但是到最后，他到明年他跑了10秒5，别人已经跑到9秒8了，你说，那10秒5是达标的，他就去参加了，这个也是不合理。因为2024的巴黎奥运今年9月开始培训，体育署讲含奥运甲分队的培训队，而且已经训练呢，原则上二培并亚培来进行。亚培经费虽然已经在9月进程来核定，只要协会提出计划，会全力支援，经费是无上悬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今日中秋假期，中秋食月饼，有人介意食2人酥。警方即马是发现讲，有嫌犯伫面册社团顶头卖一间真出名的2人酥，而且佫用较悬的价钱咧卖。不过经过调查，这2人酥根本都毋是这间店做的。若包装的鸭肉生做同款，是因为这鸭肉拢假的，已经卖上万鸭肉，乌心钱赚600多万啊！这鸭安怎来？我甲代购买，代购互我。这个穿红衫的查甫人手内摕着2人酥，互警方看。警方对伊的仓库抑个袋仔内面找到真侪鸭糕点，抑个礼鸭加纸袋啊。原来伊涉嫌仿冒知名品牌不二坊的产品伫咧卖。有心人士对外声称可以透过特殊管道大量订货，提供消费者的来代购，
为实际所提供的货品来源及成分不明，全案依涉嫌违反刑法诈欺罪、伪造文书罪及商标法案，移送地检署侦办。输入关键字了，出现真侪 FB 团购社团，一个姓叶的查甫人，伫咧过去几多遍发文提供代买服务，即马煞被抓包，以挂羊头卖狗肉。警方发现伊涉嫌仿冒商标，进口台湾甲成分不明的糕点，用市面上加几多倍的价伫咧卖。最近这2年上万盒已经流入市面，不法获利要到600万。大批警力来抓人，有嫌犯讲要放尿米伫咧便所内面，唔敢见人。新北市有诈骗集团伫咧网络散布假信息，骗讲会当轻松兼差增加被动收入，诱骗超过40位受害者，不法获利到2000万。警方伫咧清查了，发现主嫌犯有帮派背景。侦办这个竹联帮名人会从事诈欺机房工作，我们就根据这个第一波行动掌握到的事证，去抓出这一些集团的上游的干部，总共7名的犯嫌。诈骗的步数真多，手法也奇奇怪怪，自切头路、投资诈骗，到即马也有仿冒艺名伫咧诈骗。像这种非法的行为，除了民众家己要注意以外，警方也继续追查打击犯罪。记者综合报道。嘛是港片，这是最近伫台南有民众去拄到今仔是台电外包厂商的人员，讲要替民众厝内安第2粒电表，讲若是安好了后，安尼厝内电费钱会较省钱。嘛甲民众收几啊万块了后，拢无来斗，无来装。到目前，全台南已经有40个人互骗去。台电是表示，要装电表会当请合法的水电行来配线了后，台电就会随派人去装，绝对袂主动推销。旧电表顶悬购一个新电表，内底线路拢友好，所以一直无人来装这个表。有民众等过外回好奇问台电，才发现受骗。原来有一个查甫人，惊讲是台电委外包商，锁定只有一个电表的客家，讲用到3工装新电表来省电，每户收15000到25000，不法获利有超过100万。拄啊有人都上少钱的哦，嘛佫叫骗你啦，嘛佫叫这个歹大骗你啊，安尼啊。较省，反较省电哇，早伊啊，尾啊装了，拢无联络啊。警方发现全台南市至少40人受骗，其中永康区5月到7月都11人互人骗去，顺线伫车站将人抓到，先后依照诈欺罪嫌上班。初步发现本市的被害人有高达40多位。那我们讯后将诚信犯嫌依照诈欺罪嫌送办，那后续将在清查其他被害人扩大查办。外线施工执行完毕以后，那就是会来报内训的竣工，然后台电就会去装表。台电提醒未主动上门，爱民众加装电表，装电表要一定定时，爱伫合法水电人员配线了后，台电确认线路无错误，才派专人来装。每一摆费用差不多5500左右，闹疑问也建议随时卡台电客服专线确认，唔通凊彩交钱。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的环保局举办守护水资源的活动，找小学生来做导览员，带民众去了解垃圾水的处理过程，嘛透过 AR 进行趣味的互动，教大家水资源的相关知识。里面还有很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小小导览员带大家了解垃圾水是安怎处理的，另外，佮透过影片，让民众知影原来水的净化过程是经过几啊摆过滤程序，才有办法变清气。帮学生更加了解爱珍惜水资源。不要把垃圾丢到河川里面，然后假如去大海玩的话，不要把垃圾丢到里面，要记得带走。去海滩捡那个人类丢弃的垃圾，然后不要乱排放污水到海里。目前新竹市已经启用11座废污水相关的处理场，总共已经处理过用水量有6万多吨，每天会使处理267000人所产生的生化污水。包括3个一个就是人工湿地，一个呢就是砾间的一个设施的处理，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截流，把它截流到污水处理厂这整个系统。但这个系统呢，就是让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周边的这些水域
不会让我们的一些家庭的污水受到污染哦。新德市环保局小连续3年举办守护水资源活动，今年佫特别找来国小学生成立小小巡守队，希望透过学习将环保观念再转去厝内，擘甲大人讲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地远方上头，咱镜头来南投。南投的暨南大学是因为离埔里的市区还佫有10多公里。若是学生囡仔无奥多摆，安尼就敢若是亲像无卡共款，敢若会当等公车、坐公车佫爱等。学校即马是招大生伫学校内底引进共享电动奥多摆，学生甲游客拢会当借去骑。骑共享电动机车准备去埔里市区，则是国立暨南大学。学生讲，就算即马无家己的机车伫校园内底，也享受到骑车的方便。机动性是一个问题，再来便利性，然后考虑到两地移动之间的那个效率。东西收拾好，带着行李，我就可以骑车下山，我不用在学校就排队排很久。暨南大学离埔里市区差不多10多公里，学生大部分爱家己买去机车或者是坐公车，毋过离峰或者是休寒休热班次真少，互袂少学生交通真做问题。学校引进这款共享电动机车，只要下载手机 App， 不管是游客或者是学生，拢能解决交通问题。它可以让你再骑到埔里镇上，再骑回来学校这样。那我们之前也有记录，也有人骑到镇上的能高瀑布去，就是其实去爬山也是可以的。学校规划第一批启用的共享电动机车数量100台，除了伫校园设充电桩，伫埔里市区也有。校外总共12个行车点，增加使用方便。未来希望扩充到周边景点甲社区。那营运好，它自然就会慢慢的拓展出去。那再来就是说，充电桩的取得也是一个比较他们需要比较克服的地方嘛。学校表示，目前需要克服的是用电甲用地处理的问题。不过，以目前效益来看，不止减低学生买车压力，也缓解传统机车造成空气污染、甲停车位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爆发了后，有改变真侪人的生活形态。伫家己就有一阵查某囡仔看到地方的产业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影响，因转伫网络顶头成立物流直播平台，透过线顶的交易，互公益团体也是一寡店头会当推销产品，嘛互大家知影讲家己的好食面，毋若干那鸡肉饭尔。明仔下午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要带乡亲，咱做伙来去家己，咱嘛来食家己的滋味。大学、部落、甲民间团体3边产官学共同合作，推动阿里山南下经济永续方案。甲计划直接伫阿里山部落做产地直播，希望透过线顶的方式，溜近消费者甲生产者的距离。大学无啥物就是少年囡仔上济，科技嘛是真较进步吼，所以咱就希望讲，咱会当用大学的力量来，甲这个部落来做一个合作，会当甲因这个。产业嘛好，啊因咧文化的附赠。除了伫产地做直播以外，团队每一礼拜固定一届夜市来做直播。销价的物件是招拢人，拢是因亲身去食过，也有在地内行的才知影的好料理。我们其实也不是专业直播主，那我们主要是想要介绍家己的厂商甲遮的人的故事。平台除了协助销售，协会伫文化层面嘛真用心。创办人之一的孙玉晴，伊嘛有艺术经理人的身份，平常时嘛伫咧推动地方的文化。最近嘛伫咧溪口客家文化馆主导策划展览，也若兼任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理事长的林家辉，当伫咧筹备以野球为主题台语绘本，甚至伫咧直播的时阵加入台语教学，带动大家做伙来学台语。所以，阮母语协会毋若讲以早是一个组织，推广嘉义母语教学。唔过咱现在做线顶，我嘛逐礼拜做直播，我甲全部的老师拢变直播主。家己旅游会社当初是因为疫情来成立的，不过一路行来，有真侪人甲因支持，互因搁较坚定要互地方发展的心。后一届来到家己，除了食好食的、欣赏美丽的景致，嘛当停落来感受家己这份旅程的力量所带来的新风貌。记者罗敏自念新闻家己报道。
那去年咱台湾的油瓦产量超过7万吨，其中1/10，差不多7000吨、7000多吨是外销。今年的产量是比去年还阁较济，也过外销的量煞减少。为着要协助这油瓦农，农委会即马是邀请嘉义大学、中兴大学、甲高雄科技大学，同齐成立油瓦的研究中心，望用食品加工的方式导销咱国内油瓦。用机器替油瓦剥皮，刷来用人工背内底油瓦包。食品加工业者甲大学共同开发油瓦的加工方法，要来提升油瓦伫食品的使用量。它一罐果酱就需要5颗柚子，但是今天如果没有设备做取协助的话，光是用人工这5颗可能要剥1个小时。因为其实柚子的加工并没有那么容易，包括它的成本都很高。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柚子研究中心，它能开发出很多柚子的一个产品。为了增加国产油瓦的销量，农粮署甲嘉义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做伙合作，成立油瓦研究中心。唔但开发设备，嘛要用循环经济的概念，多元开发油瓦的产品。今年确实采收期会比较短啊，所以整个的产期比较集中。除了鲜食之外，我们是要提供让农美有一个就是做大果加工的部分。加工很需要的知识叫加热，柚子其实蛮怕热。那再加上因为近期我们的外销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所以政府机构它希望我们开始大力的去帮我们的柚农们找一些新的出路。油瓦饮料、冰淇淋、果子酱，甚至阁有用油瓦皮、油瓦肉做鸭的烟肠。农粮署表示，3管合作伙推广加工技术，希望国产油瓦未来唔但是做一个水果，阁爱规年冬天拢食会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世界真心切来关心，即马真受囡仔喜意的万家 Thomas 小火车上新的一季有出现一个新的角色，这是一台有自闭症特质的小火车。那负责配音的查甫囡仔，伊生活中伊嘛是一个自闭症的囡仔。制作单位是希望透过这款安排，互外界会当更加了解自闭症。Do you want to try that again? Give me a break. Yeah. Give me a break. Get it? Give me a break. Get it? 这台叫做布鲁诺的全红仔色5分仔车，就是上新一季汤马士5分仔车内面的新朋友。负责配音的嘉生啊，和这个角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拢有自闭症。He is funny, smart, and he's a very relaxed character. He can get really overwhelmed. He can get worried, but and he uses comedy to get past situations. 布鲁诺伫剧内面是一台真快乐的5分仔车，伊知影所有的轨道，较介意照计划来。欢喜的时阵会启动伊的蒸汽机，伫咧伤吵的时阵，嘛会喷水烟来保护伊的耳仔。家己嘛有自闭症的嘉生仔讲，伊嘛无法度接受噪音，对角色真有感觉。Elliot brings to this role is his joy and enthusiasm, his autistic experiences, and just brings the character to life in telling Bruno's story and being part of the Thomas gang. 帮助配音选角的英国国家自闭症协会讲，真侪自闭症的囡仔拢特别介意汤马士5分仔车这个红仔戏，因为爱伫咧轨道顶悬规律驶的火车，含拢是数字的火车时间表，互因是真有安全感。即马这出红仔戏是加入自闭症囡仔的角色，唔但互汤马士5分仔车的故事更加好看，嘛互大家会当更加了解自闭症的囡仔。It's greater that they are representing autistic characters, and it makes me feel very happy of that.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地球暖化、气候反常，和天然灾害即马是愈来愈热烈。联合国的气象专家就表示，今年受反性影现象的影响，将在国家做大水甲可旱，拢变甲比英国更加严重。巴基斯坦的苏克尔已经恢复好天气，不过雨大水后造成的积水也无完全退去。在南部都市塞赫湾，对外交通也好积水太条咧。要生囝的富人人是3点外钟的船才到上近的病院，总算平安将囡仔生落来。巴基斯坦今年季风雨规模比以前较大，破纪录落雨量加上关山冰川涌起，才造成大水。全国1/3的面积浸伫水内，上大淡水湖爆发强要放弃，经济损失有3000亿新台币。联合国预估，
有640万受灾人口正需要人道救援。巴基斯坦的大水引起气象专家的烦恼，气候变迁影响地球的天气。联合国警告，造成海水表面温度冷却的反性型现象，会在无同款的所在造成无同款的影响，比如雨季的雨量暴增，可怕所在更加恶化。In the future,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global warming, La Nina and El Nino will remain a dominant factor in the year-to-year evolution of the climate system. That's one. The rainfall variability, which is the rainfall associated with La Nina behavior, will amplify. So, which means we will have variation of La Nina and El Nino throughout the century. 气象专家指出，反性型现象是自然现象，不过这一波反性型已经连续2年外，有可也会继续到年底。反性型现象连续3年发生的情形正罕见。虽然应暂时减缓全球气温升高，不过气候变迁已经是不可逆，甚至会甲反性型甲性型现象互相影响。Some of our studies are showing that project that extreme El Nino and extreme La Nina events will become more frequent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global warming. 气象专家提醒，地球暖化冲击自然现象，极端气候带来灾害已经无法度避免。未来各国政府一定要做好防灾准备。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台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4度；外岛是25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恁中秋合家平安，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